越睇越似啊姑娘你咪，你睇，係啊，啱啱去食粥。我見你幫佢過2分鐘，肯定有啲食啱嘅。你落班咧？未落班咧？未落班。你攞你飲奶茶？冇要，食奶茶食肥到我而家我冇要，凍俾我冇嗌。鮮奶肥啊，都冇見肥啊！3斤兩啊，以前我啲瘦嘛嚇。白衫剛剛，阿 B B 啊中意冇？呢隻白衫剛剛。夠癲嘅你乜咁癲啊？咁中意咯，都乜嘢好正常咯。又走嘅係，冇使照阿 B B 養你講啊。又嚇驚一隻啊！戴好頭盔，真係又戴頭盔咩？佢真係打咩？真係。拜拜哋山興隆老闆娘啊！係女人都中意，人呃懵吧，又係女人都中意啫。阿姨好，身體健康啊嗬。嚟，我就中意嘛，B B 嘅。我就中意咪咯啊！有得吹水，又吹得咁響。過龍灣揾老闆娘。老闆娘挺好的，冇中意睇路嗰隻冇係女人麼？你真係，嗰隻冇係女人啊？啊，你自己講嘅好冇？市場靚咧係啊，佢重新整過嘅，到10號開業咁，10號開業咁。開車回家等多2分鐘都冇，等多2分鐘一齊回咯，真係。等我行到個車咧，咪就一齊開會咯。等又冇得，真係。聽到冇？等啦，等大家一齊回啊！阿姑娘嗬，行咗2腳路就行到車呢咯。喲，嗰邊應該有好大水落晒，你睇冇？嗰邊應該有好大水落晒。個天咁黑嚟，下午做咩工？下午去搵盤鴨仔，下午做咩工啊？係冇？下午去搵盤鴨仔啊！今日係24係冇？那24，聽日25。有時候等不了啊！你的時光妹妹，你不用那麼扛槍咯。你愛什麼啊？你吊仔得硬未啊？你愛啦？你啥你都愛？嗰隻真係瞓機嘅嗰隻喎，嗰隻真係瞓機嘅喎，一啲真人仔嚟，佢講冇愛啦嗰你，哼，你愛乜嘢咯？吊仔未得硬，你愛乜嘢咯？真係瞓機。睇嗰啲手機睇壞人嘅真係。初4啊？明天去哪裏？冇堆出嚟。今日唔係24嗎？今日初4嗎？吓？今日冇係24啊？初4啊？啊，今日幾時啊？哎喲，個天黑了嘅。我24係冇？你頭先係打初4，嚇驚死我哋。頭先阿微笑妹妹打初4講，我以為個6月咁快，乜嘢啊？買菠蘿啊？買菠蘿咪識攞先低啲，菠蘿係靚，菠蘿係靚啊，不過冇識買先低嗱。我睇錯啦係嘛？睇錯就嚇我一驚，睇錯就嚇我一驚呢。哎呀，嗰場水應該冇晒喎，真係嘅話，嗰場水應該冇晒嘅嘛。唔好嚇我啊！原來嗶嗶聲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，明天258是吧？
不知道明天去哪里好。下大雨快回屋企。哎呀，佢又冇淋我到，慢慢也得啊，冇關係啊。我這裡天天下，這裡也下啊，這裡也會下呢，但是它可能沒下那麼猛而已呢。雪涼啊！